大家好，歡迎收睇 Girls Mood。開始之前記得先點讚、訂閱同埋撳埋小鈴鐺。今日將會為大家報道3宗消息，分別係前港姐季軍、吳文堪敵唔過癌魔，不幸病逝；狄龍太太陶敏明單拖出席藝人聚會，狀態大勇。同埋資深電影人黃百鳴內幕交易案今日正式判決，判監5個月。第一單猛料，今日要同大家分享一個非常令人痛心同埋惋惜嘅噩耗。現年51歲嘅前香港小姐季軍吳文堪，後來改名叫吳欣希。今日由佢嘅屋企人同埋好朋友喺社交平台上面正式證實，佢已經喺醫院嘅睡夢之中安詳離世，行完咗佢人生嘅最後一程。好多觀眾朋友都可能知道，吳文堪近年一直都好堅強、好勇敢咁同癌症病魔搏鬥。佢喺2年前，即係2024年8月嘅時候，大方咁向公眾宣布自己嘅乳癌不幸復發，而且病情仲已經演變成第4期。癌細胞甚至擴散到去骨骼，面對咁樣一個巨大嘅打擊同生命考驗，佢完全冇選擇匿埋或者自怨自艾，反而用咗一個非常積極、正面同樂觀嘅態度去面對生命嘅最後挑戰。喺佢生命最後嘅呢段日子入面，佢喺星期日夜晚因為身體不適需要入醫院留醫。而到咗最尾嘅一刻，佢最心愛嘅屋企人同埋平時最要好嘅一班圈中朋友都紛紛趕到醫院探望佢，一直陪喺佢身邊。而佢2個年幼嘅寶貝女女亦都有好好咁同媽媽道別。吳文堪嘅屋企人好悲痛咁發文話，相信佢係帶住滿滿嘅祝福同埋愛安心離開，返到天父嘅懷抱。而2個女女之後亦都會繼續由爸爸好好咁照顧，等關心佢哋嘅公眾可以放心。講返吳文堪嘅一生，佢係喺1974年10月出世，喺1998年嘅時候參加香港小姐競選，當年嘅冠軍係向海嵐，亞軍係趙翠怡，而吳文堪就憑住美貌同埋大方嘅表現贏得港姐季軍，從而順利踏入娛樂圈。入行之後，佢嘅發展都算唔錯，拍過好似《街市的童話》同埋《功夫足球》等等好多部經典嘅電視劇，亦都主持過唔少節目。而最令大家印象深刻嘅，肯定係佢喺2006年嘅時候曾經收過100萬酬勞，成為香港娛樂圈第一位公開承認整容嘅女星。當時佢呢個非常大膽同前衛嘅舉動，真係震撼咗成個娛樂圈，亦都睇得出佢個人真係好有性格，好有自己嘅主見。喺抗癌嘅呢條漫長路上面，吳文堪真係展現出超越常人嘅堅毅。佢為咗2個女女，可以話係用盡一切方法去嘗試各種治療，不單止特別飛去泰國接受先進嘅細胞治療，仲多次親自往返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受檢查，甚至主動參與新藥嘅臨床試驗。雖然成個抗癌過程非常之辛苦，但佢從來冇放棄過。早前佢仲喺一班好朋友嘅陪伴同協助之下，特別為自己舉辦咗一個生前追思會。佢當時好坦白咁同大家講，自己想將死亡呢件事拎出嚟講，去克服對死亡嘅恐懼。呢種強大嘅正能量真係感染咗好多同路人。更令人感動嘅係，吳文堪到咗生命嘅尾聲，都依然要圓自己嘅夢想。佢喺2025年底嘅時候推出咗一首新歌，叫做《重生》。佢當時透露，自己全靠喺2025年初嘅時候，聽到偶像鄭秀文喺演唱會台上講嘅一席話，深受感動，令到佢內心沉寂已久嘅歌手夢再次燃燒起來。雖然當時佢嘅身體狀況已經開始轉差，要坐輪椅或者拄拐杖，但佢依然喺朋友嘅義務幫忙之下一圓歌手夢，最後仲喺新城勁爆頒獎禮2025上面奪得咗勁爆我撐新人獎。當時大會司儀喺台上介紹佢嘅時候，直接稱呼佢為末期癌症病人。雖然聽落好似有啲被冒犯，但佢完全冇擺喺心上，反而喺台上好幽默咁多謝大家，話好感激大家完全唔介意佢已經係一個51歲嘅新人，贏得全場歡呼同掌聲。無奈到咗今年2月，佢嘅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左邊胸腔出現積水，仲不幸感染埋肺炎，搞到要暫停化療留院。雖然佢最終都係敵唔過病魔離開咗我哋，但佢溫暖嘅笑容同埋面對逆境嘅精神，一定會永遠留喺大家嘅心中。第2單猛料，我哋就嚟講下另外一位圈中前輩，同樣狀態保持得非常好嘅資深女星，年近80歲嘅資深武打巨星狄龍，同佢太太陶敏明可以話係圈中公認嘅模範夫妻。
兩個人結婚足足半個世紀，由始至終都係零緋聞，非常之恩愛。近年迪龍大哥已經好少接幕前嘅工作，兩夫妻好多時都係過住好低調嘅湊孫生活，偶然先會喺佢哋個視帝個仔譚俊彥嘅家庭聚會上入面露下面。而陶文明平時同閨蜜林青霞一齊行街 shopping 嘅相，最近都好少被網民或者傳媒影到。不過日前喺一個佳藝電視藝人嘅難得聚會上面，陶文明竟然罕有咁撇低咗老公迪龍，自己一個單拖出席。而佢當日超班嘅絕佳狀態，即刻成為咗全場嘅關注焦點。前藝人劉慧雯之後喺社交平台小紅書上面分享咗一條直擊當日聚會嘅影片。見到一班佳藝電視年代嘅老友記，好似白彪、米雪、文雪兒等等都有出席。喺片段入面，大家可以看到陶文明當日真係悉心打扮過。佢着住一條黑色嘅不規則 V 領連身裙，頸上戴住一條好簡約、得嚟又好時尚嘅長項鏈，再配襯埋精緻嘅首飾，整個人望落去真係散發住一種好高貴、好優雅嘅貴婦氣質。雖然陶文明而家已經踏入70幾歲嘅年紀，但係佢保養得真係非常好，皮膚睇落依然好緊緻，面色紅潤，再配合埋一頭好清爽嘅短髮，成個人顯得精神奕奕，神采飛揚，完全唔似一個已經70幾歲嘅老人家。當日嘅聚會其實仲有一個好特別嘅目的，就係一班好朋友要為即將舉行兩場有你有米55派對 show 音樂會嘅米雪提前慶祝，預祝佢呢個演出成功同埋順利。現場嘅氣氛非常之熱鬧同高興。點知喺大家開開心心慶祝嘅時候，陶文明突然之間做出一個好大膽、好有真性情嘅舉動，佢竟然一啖錫落米雪度，用呢個非常熱情嘅方式嚟問賀好姊妹。呢個突如其來嘅舉動，當場將呢位平時見慣大場面，一樣係凍齡女神嘅米雪都嚇咗一跳，成個人震咗一震。現場嘅朋友都笑得非常開心，場面真係又搞笑又溫馨。其實講返陶文明嘅背景，佢自己喺70年代都係一位演員，當年曾經加入過電影公司，拍過好似《七省拳王》同埋《功夫皇帝》等嘅功夫電影。之後佢短暫加盟過佳藝電視，仲喺《紅樓夢》呢部劇集入面同米雪、文雪兒一齊合作過，所以佢哋呢份姊妹情真係由後生維持到而家，足足幾十年。據聞陶文明喺14歲嘅時候，因為上舞蹈班而識到迪龍，當時佢因為個樣生得非常甜美，令到迪龍對佢一見鍾情。之後兩個人喺1975年正式註冊結婚。結婚之後，陶文明就選擇完全淡出幕前，甘願做迪龍背後嘅女人，並喺1980年為迪龍生下咗個仔譚俊彥。而家譚俊彥都已經成為咗獨當一面嘅實力派演員，仲拎埋視帝，一家人可以話係非常幸福美滿。陶文明同迪龍結婚50年，平時出入都好似孖公仔咁手拖手。之前迪龍被網民影到行路有啲蹣跚，陶文明仲全程喺旁邊拉住老公衣衫做佢嘅人肉拐杖。今次雖然佢罕有單拖出席聚會，但見到佢咁精神、咁有貴氣，仲同好姊妹玩得咁投入，真係令大家都覺得非常欣慰。保養功力確實令人讚嘆。第三單猛料，我哋就要關注一單轟動成個娛樂圈同埋金融界嘅重大官司判決消息。現年接近80歲，喺香港電影界地位崇高嘅天馬影視前主席兼資深電影人黃百鳴，因為涉及一宗內幕交易案，今日正式喺西九龍裁判法院聽取判刑。黃百鳴原名叫做黃柏明，佢被指控喺2017年期間得知上市公司天馬影視將會賣盤嘅內幕消息之後，喺消息未正式向公眾公佈之前，轉賬資金，並且發出信息指示佢個妹妹黃潔珍大量買入公司股份。黃百鳴之前一直否認控罪，但案件喺上個月22號正式被裁判官高偉雄裁定內幕交易罪名成立，並押後到今日正式判刑。今日朝早大約11點左右，黃百鳴喺佢個仔黃子桓、公司同事以及幾位好朋友嘅陪同之下抵達法院。見到佢當日全程都戴住口罩，頭耷耷，一言不發咁低頭行入法院大樓，神情顯得非常沉重。回顧翻成個案情，控方指出黃百鳴同佢嘅子女共同持有一間公司，並透過呢間公司持有上市公司天馬影視文化控股有限公司嘅股份。而黃百鳴當時正正就係天馬影視嘅董事局主席。喺2017年8
月中嘅時候，有一間獨立嘅第三方公司同黃百鳴持有嘅公司簽訂咗備忘錄，同意以每股0.319港元嘅價格去收購天馬影視嘅股份。到咗同年8月25號，黃百鳴正式收到對方開出嘅1000萬元誠意金。控方指出，黃百鳴喺收到呢筆誠意金嘅同一日，就立刻開咗張50萬元嘅支票俾佢妹妹黃潔珍。之後喺9月同10月期間，又陸續開多咗3張各50萬元嘅支票俾妹妹。最關鍵嘅起訴證據係黃百鳴喺通訊軟件上面向妹妹發出明確指示，留言話明天低過0.2盡買。佢妹妹收到指示之後，就買入咗總值大約160萬元嘅天馬影視股份。之後到9月17號，天馬影視就宣布短暫停牌，隨後正式公布賣盤消息。控方透露，黃百鳴嘅妹妹透過呢次內幕交易所獲得嘅實際利益大約係99000元，而名義上嘅獲利就高達93萬元，加埋成個交易嘅名義及實際利益大約有103萬元。喺法庭審訊期間，黃百鳴曾經親自出庭自辯，佢提出咗一個非常奇特同引來熱議嘅解釋。佢聲稱自己開出嗰4張支票俾妹妹，其實只係用嚟處理佢細佬喺國內嘅物業問題。而關於收購公司股份嘅事，佢話自己當時只係派咗員工代表去傾。佢以為成個收購最後會不了了之，所以唔覺得係咩實質內幕消息。至於最震撼嘅盡賣信息，黃百鳴竟然喺法庭上辯稱自己當時係講緊反話。佢解釋話，因為佢妹妹細個嘅時候好中意喊，佢作為阿哥就會叫妹妹盡情喊，所以佢已經習慣咗用呢種反話嘅溝通方式。佢發信息叫妹妹盡賣，其實真正嘅意思係叫妹妹千祈唔好買。不過裁判官高偉雄喺裁決嘅時候就嚴厲批評黃百鳴呢個自辯說法，直斥佢嘅解釋既荒謬又牽強，完全唔能夠令人信服。裁判官指出，黃百鳴作為多間上市公司嘅主席，係一個理性嘅生意人，理應非常謹慎咁處理公司重要事宜，絕對不可能喺文字信息入面向家人表示可以喺某個特定價位大量購入自己公司嘅股票。裁判官仲話，雖然明白每個家庭可能有自己獨特嘅溝通方式，目前或者面對面講反話，仲可以靠語氣或者面部表情去判斷，但如果純粹靠文字信息，根本冇辦法去觀察。所以所謂講反話去令妹妹知難而退嘅講法根本唔成立，因此拒絕接納佢嘅證供，裁定罪成。今日裁判官判刑嘅時候表示，黃百鳴毫無疑問為香港電影業奉獻咗一生，作出了非常非凡嘅貢獻，拍攝過無數經典，好似《開心鬼》、《家有喜事》等等。而且佢而家年事已高，不過裁判官強調，內幕交易罪行嚴重打擊同影響咗公眾對香港證券市場嘅信心，所以法庭必須要判處具阻嚇性嘅刑罰。裁判官以9個月監禁作為量刑起點，考慮到城中案件由證監會調查到而家罪名成立，足足歷時咗長達8年半嘅時間，對被告造成一定嘅心理壓力同身心健康影響，所以給予適量嘅減刑，最終判處黃百鳴即時入獄5個月。另外，就住佢妹妹喺案中犯罪所得嘅利益，判處黃百鳴罰款99720元，並且要向證監會支付30萬元嘅訴訟同調查費用。不過，黃百鳴嘅代表律師隨即喺庭上提出上訴，裁判官最終批准黃百鳴以原有嘅條件保釋等候上訴，令佢暫時唔使即時入獄。呢個判決結果一出，即刻喺各界引起咗極大嘅討論。多謝收睇 Girls Mood， 唔知大家對於以上幾宗消息有啲咩睇法呢？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意見，我哋下次再見。